校唱聖詩。集會大約係歷時1個鐘頭，2萬個天主教徒，然後就離開紅磡體育館，分別遊行到紅磡碼頭同埋尖沙咀碼頭過海，同港島區嘅遊行隊伍會合。聲援中國學生運動聯委會發起嘅，一共有4萬幾人參加。佢哋首先喺大三巴舉行集會，高叫打倒李鵬、支持北京學生嘅口號。之後就開始遊行，佢哋揸住各式各樣自製嘅橫額同埋標語，沿途有唔少嘅市民加入佢哋嘅行列。喺台北，大約1萬人朝早喺市內嘅中正紀念堂集合，響應全球華人同步示威。參加嘅大部分都係學生，亦都有演藝界人士。佢哋喺頭上綁上黃布條，手持血脈相連、民主萬歲、自由萬歲同埋新聞萬歲嘅標語遊行，表示支持大陸學生嘅反對官僚、爭取民主運動。而喺遊行嘅中途，有部分嘅人係手持青天白日旗，又嗌其他嘅政治口號，一度同學生發生爭論。另外喺南部高雄市亦都有大批專上學院嘅學生遊行示威，聲援大陸學運。參加遊行集會嘅學生估計有5萬人，佢哋嚟到人民廣場呢度之後，就分批坐低。見到學生嘅情緒咧係比較平靜嘅，只係間中叫李鵬下台嘅口號，同埋唱下國際歌。天氣唔好，亦都係影響學生氣氛嘅原因之一。喺開始咗1個鐘頭之後，就不斷落雨，咁好多學生啊都要揾嘢嚟到遮雨。今次啊，可以話係上海高校自治聯會組織嘅最後一次遊行集會。高校聯會認為啊，遊行咧已經起唔到乜嘢嘅作用，決定咧改變策略，所有學生咧會翻屋企繼續罷課，而留喺學校嘅人呢，就組織宣傳隊，向上海各界人士咧宣傳民主運動。目前來說吧，遊行已經不能觸動政府，遊行這種鬥爭方式似乎已經不能夠解決什麼具體的問題了。我們就準備就是做一些實質性的工作。到處宣傳，同時呢，再將我們的這些民主火種散布到全國各地。超過15000個中國人嚟到多倫多嘅大會堂廣場呢一度舉行咗一次有史以嚟最龐大嘅華人集會，支持中國嘅學運。主辦嘅機構係一個喺北京實施戒嚴令之後即時成立嘅委員會，而參加嘅團體就有大約10個當地嘅地區組織。佢哋喺集會上面要求中國政府要用和平嘅方式嚟解決目前嘅學運問題，並且唔好秋後算賬。佢哋亦都要求中國會有徹底嘅新聞自由，而呼喊民主嘅口號亦不時喺集會上傳出。喺集會度有超過15個嚟自唔同背景嘅講者發表意見，其中就包括咗一位正在喺多倫多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嘅中國留學生李愛文。佢表示，海外華人對學運嘅支持喺北京嘅學生係會知道嘅，因為一直以嚟佢哋都有通過唔同嘅形式同北京嘅學生聯絡。我們主要是通過這個商業的這個傳真信息，把這個我們在外面看到的就是華人社團的這個報紙啊，以及報道這個華人支持國內遊行的一些活動呢，把它用傳真傳到國內去，希望這個國內其他部分的這些人民呢，了解到這個中國的學生運動呢，不僅僅是大陸的問題，現在全球的華人在支持學生運動。呢次集會係由澳洲華僑團體聯合會發起嘅，有大約3000人參加。
佢哋由唐人街出發，遊行去市內嘅中國領事館，沿途一路高叫要求民主嘅口號。途中亦都有當地人加入。由於使館方面唔肯接見佢哋，幾千人於是喺使館外面集會演講。一啲人話澳洲係一個民主國家，喺呢度生活可能唔知道自由嘅寶貴，但係中國學生現時正犧牲自己爭取民主，所以佢哋係要支持。喺紐約市，大約1000個中國留學生發起示威遊行，聲援北京學生爭取民主自由。啲學生由聯合國大廈出發，經過市區，去到中國領事館外面請願。啲學生所叫嘅口號都係針對李鵬同埋鄧小平，要求撤銷戒嚴令等等。學生代表話，希望今次遊行令到美國人甚至到全世界人都知道中國目前發生嘅事，支持北京嘅民主運動。咁除咗紐約市之外喺芝加哥同亞特蘭大都有中國留學生舉行集會遊行，聲援北京嘅學生。領土外歸，安身在哪裡？我是中國人。喺倫敦，一批嚟自大陸、台灣同埋香港嘅留學生，琴日到中國大使館外面請願，抗議北京實施戒嚴。學生代表2次進入大使館之後，使館先至派代表出嚟，當眾接收學生嘅抗議書。之後，學生遊行到海德公園，喺嗰度集會，聲援北京嘅學生運動。喺天安門廣場嘅靜坐，今日係進入第18日。一個超過10米高嘅民主自由女神像由中央美術學院嗰度運到。呢個像係象徵學生喺度嘅靜坐，係爭取民主自由㗎。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屬下嘅財政部、後勤部同供應部，琴晚午夜喺廣場嗰度召開咗聯席會議，討論點樣去改善組織嘅財政制度。喺會後，佢哋公布統一廣場收受捐款嘅權力，決定除咗財政部嘅捐款部之外其餘嘅人士、團體同埋學校一律都唔可以收受捐款。另外，指揮部又公布咗同政府恢復對話嘅4個條件，分別就係消除戒嚴、撤走軍隊、保證對學生唔會秋後算賬、開放新聞自由，以及對話要喺平等嘅形式嗰度進行，過程要由電視全國直播。其實呢件事就係咁樣嘅，就佢哋琴晚黑就分別就接到